長壽當然值得開心，但忽略長壽所帶嚟嘅財務風險就令人好憂心。經過半場人生，想一直保持生活質素，又想以後嘅日子都夠晒安心，啲積蓄應該點樣分？而家就透過 Gary 嘅例子，講解下 ESSA 安盛盛在人生即享年金計劃，點幫你善用退休積蓄，自製長久入息，同時坐擁資金升值潛力。50歲嘅 Gary 由職場退落嚟之後，擔心靠積蓄消費，總有一日唔夠使，於是決定以180萬港元一筆過投保盛在人生，將部分退休金轉化為每月保證現金流，無需累積期，由第一個保單周月日開始 ，Gary 就可以月月穩袋5112港元嘅保證年金，而且呢筆收入係長攞長有，真正保證派終身。唔單止咁 ，Gary 一路收緊年金嘅同時，另一邊廂保單嘅中期紅利仲會提升潛在回報。驚住有錢要使？呢筆中期紅利可以由第10個保單周年日起，透過行使中期紅利鎖定選擇權去鎖定回報，並可隨時提取，以滿足額外嘅資金需要。出名錫老婆嘅 Gary 就決定喺60歲嘅時候鎖定當時中期紅利價值嘅60%。兼提取461160港元，去同太太環遊世界。再過多10年 ，Gary 得知孫女 Claudia 想開網上花店，於是佢再次鎖定當時中期紅利價值嘅50%，以及提取326880港元，去支持孫女嘅創業大計。即使 Gary 咁樣中途鎖定同提取超過78萬港元中期紅利，都唔會影響佢嘅年金派發。繼續月月代足5112港元年金入息，屈指一算，去到 Gary 90歲嘅時候，佢累計收取嘅每月保證年金款項已經超過240萬港元，仲有已提取款項約78萬港元。假如 Gary 90歲時退保，佢嘅非保證中期紅利更超過146萬港元，合共係佢一筆過繳付保費嘅2.6倍。呢份計劃仲令 Gary 倍感安心。因為盛在人生特設認知障礙症關懷保障，萬一 Gary 喺80歲前不幸確診嚴重認知障礙症，由下個月起即時提供雙倍每月收入，幫手應付額外嘅護理開支。照顧認知障礙症患者嘅壓力難以想象，等我哋同你一齊分擔。計劃會為 Gary 嘅照顧者提供一系列專業培訓，以提升照顧患者嘅知識及技巧。而且盛在人生提供人壽保障，萬一被保人喺80歲或之前不幸身故，身故保險賠償加上累計已支付嘅每月保證年金款項，至少係已繳一筆過繳付保費嘅120%，俾你嘅摯愛充分保障。盛在人生，俾你擁有真正無憂嘅人生下半場。你都想退休更安心？立即行動！了解 ESSA 安盛盛在人生即享年金計劃。